文化活动3月小妈祖，即马大甲妈绕境9天8暝的进香活动，伫今仔日暗时10点45分就会出发。嘛，因为拄啊好是清明连假，所以大家镇南宫是估计讲这下暗可能有60万的信徒会来参加。另外嘛，因为即马春天天气变化有较大，所以气象署伫大甲妈的现场来报天气，提供即时的资讯。人讲3月小妈祖，一年一摆的大甲妈绕境进香，今年伫旧历3月初7，也就是新历4月初4暗时10点45分，就要起驾进行9天8暝的进香活动。其中4月初7的主驾升降奉天宫，结等讲4月初8早时8点举行祝寿大典，暗时随举行回家典礼。咱英啊10点45分，大甲妈就要来起驾。即马陆陆续续已经有咱的信徒，有的已经透早就出发，已经行到清水大道龙井了。因为咱的信徒非常真多，那咱预定今天晚上应该会突破60万的信徒，陪着大甲妈跨过咱大甲溪桥。今日天气都比较重要，今晚注意说，有人教我们的生活有气象 APP 吗？气象署伫大甲镇南宫现场报天气，互乡亲知。气象署为2013年开始，就会对大甲妈斗阵要境提供气象预报服务。今年推出行动气象服务车，伫4月初4、初7、初8、11，会由台中气象站甲嘉义气象站的服务团队伫庙埕现场报天气。4月初4到初5呢，阮伫大甲甲到中华沿道的庙口庙埕，才会来做快闪的气象播报。初7、初8，阮会到嘉义新港的奉天宫附近，甲新港铁路公园附近有驻点的服务。4月11号伫中华花坛文德宫头前嘛有服务。台中气象站表示，拜五起甲即天中部天气真好，有淡薄小热，但是拜6开始就会受华南云系影响，变做有短暂雨的天气形态。但是雨停的时阵，要是有日头，提起参与绕境的信徒，除了爱炸雨伞、雨伞，也爱做好早日防晒的措施。记者郭文正由综合报道。